咱们一定能走到啊！谁呀？谁呀？你谁呀？啊，是你呀！踏破铁鞋无觅处，你自个儿找上门来了你啊？嘿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听见没有？跑我这儿睡觉来了。完了。 哎，你醒醒！我说你醒醒，你醒醒，听见没有？啊！我说你醒醒！你去屋里睡吧。臭脚花子，你还吃的挺肥的你。哎，你没事吧你？我叫大夫去。 怎么样，大夫？刚才他们俩坐我门口，怎么叫都不响，没事吧？孩子是因为睡得太沉，大人也没事儿，八成啊是累着了，也许啊没怎么睡好觉，或者没怎么吃东西。等他们睡醒了，你给他们喝点糖水，再给他们准备点吃的什么的，就这样。哎，别介啊，大夫，你得帮我把他们俩抬到医务室去啊！这三更半夜的，孤男寡女在一块儿，我也说不清楚啊，这。 谁说不清楚？你这个学雷锋标兵也能说清楚。好事做到底。再说了，他们俩又不是病人，去医务室干嘛呀？那儿也没有他们睡觉的地方啊。哎，别我还有事儿呢。哎，这就不管了。我只管病人。嘿，你们俩倒舒服了啊！ 这大半夜的，我上哪儿给你们找白糖去啊？真有你们俩的！开会了啊，大家静一。首先呢，学习最高指示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今天呢，召集农场全体干部。 在此开个短会，有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宣布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市委保卫部派来的专案组组长张宝元同志，大家欢迎。根据上边的指示精神，我们向阳农场啊，准备接受一批需要进行劳动改造的一些工厂厂长、书记。 还有市委机关的一些老干部，错，是接受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，这里边有叛徒，有黑干将，都是一帮牛鬼蛇神。啊，对，牛鬼蛇神。张组长啊，还是你说吧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捣乱，失败，再捣乱。 再失败，直至灭亡。
睡吧，睡醒了吃饱了，再找你们俩算账，看你们再敢偷我东西。你跑！小主啊，大姐是觉得咱俩碰到好人家了。哼，你看这家人这么多奖状呢，大姐给你念念啊。据一喜同志在1966年度中被评为学习雷锋标兵。小楚啊，咱俩这次算是有吃的、有喝的、有住的，再也不用要饭了啊！这是谁家呀？这么好，还让咱俩进来。看屋子挺干净，应该是个女的。大家看看是谁啊？小楚，工作证儿。啊？怎么会这么巧？啊！小楚，这个人就是开卡车那个人，怪不得把咱俩锁在屋里呢。哼，咱俩啊也把门啊给反锁上，不能让他进来。是不是在线上面要点化肥啊？啊，这2000多亩地才给了1车化肥，这哪够啊？农资科科长不敢跟您说，在我车上唠叨了半天了都。你开了半截的会，你就溜走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我不是对政治不感兴趣吗？你胡说！这话，你要是让那姓张那个王八蛋组长听到了，他敢批斗你，你信不信？我这不是跟您说吗？他要在的话，我也不敢说呀。咦，季姐，怎么今天回来吃啊？啊，回来吃。你睡醒了？把门打开，我把饭给你打回来了。你把那锁打开，把饭放在窗台上，等你下午啊下班回来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了。你说话算数，绝对算数。我警告你啊，叫花子！谁是叫花子啊？你要再敢偷我东西，绝不客气。谁稀罕偷你东西？对不起啦，居一喜同志，我这叫人穷志短。我本来是不想偷你东西的，可是现在我没办法。来，小楚，大姐给你穿鞋啊，咱们就走了。小楚，这小脸儿怎么这么脏啊？怪不得居一喜管我叫花子呢，我怎么都脏成这样了？小楚，来，咱俩
啊，把脸洗完之后啊，大姐再带你走，好不好？来，哎呀，爸，看看，这还有小猪尿的尿呢。大姐去倒了啊，回来咱俩洗脸。一喜哥，哎，大姐你是要去拉化肥吗？是啊。正好，我就坐你的车去趟县城啊。哎，大姐，啊？你还是下来吧。啊，为什么呀？等会儿啊，那农资科的科长和副科长他们都去。要不然你坐后头。凭什么呀？要不然这样，等他们来了，你看是他们让我还是我让他们？我呀就挨着你坐。彩琴，你就这一点不好，不能仗着你爸是厂长就太霸道了。那好吧，我听你的，行吗？哎，好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哎，彩琴进去啊。啊。哎，那你和科长上下楼，那我上后边去啊。不是，哦，哎，没事，我上后边去啊。不是我的问题了吧？风吹山不来，情人是。一个小孩坐飞机，你拍二，我拍二，两个小孩搭小辫儿。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啊？不是我不走啊，是我们的衣服破了，没法走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不走，我就叫保卫科了。你去叫啊，我才不怕呢。反正我也没偷东西，是你让我进来的。你怎么不讲理啊？你这人！我就是不讲理了，我这叫人穷志短。我现在啊，给你开2个条件。第一，我们2个人要洗澡。洗澡？我都没地方洗澡。第二，你要给我们2个人找干净的衣服来，还得有一个大的洗澡盆，2大壶水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明天我们就走。不行。你要说不行的话，我就说，对，我就跟你们领导说，这屋里的小孩啊是你的，到时候你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嘿，你可真够损的呀你！那当然了。不是，你让我上哪儿给你弄衣服去啊？他呀找不来衣服，咱俩呀就一直能住在这儿了。啊！你等着啊！哎呀，小楚，你知道这一招叫什么吗？你二姐告诉我的，叫缓兵诡计。